家好，歡迎嚟到鐵鎖姑姑小姨媽頻道。連續幾集已經同大家分享過內地嘅養老院啦，包括就係醫養院、公營機構、公營及私營機構聯辦嘅，或者一啲私營機構，由深圳去到中山，中山再去到珠海。今日咧就翻嚟深圳，其實呢度好近蓮塘口岸嘅，喺蓮塘口岸坐車過嚟大概係20分鐘嘅車程嘅啫。咁呢間養老院有啲咩特別呢？原來有70%嘅朋友仔咧係由香港過嚟住呢間養老院。呢間養老院由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去捐助，兼且咧就由香港嘅復康會啦，就係建設啦同埋營運嘅。好啦，不如今一集我同大家睇下呢邊嘅設施啦，同埋環境係點樣。Let's go！影片未開始之前，請大家支持訂閱，撳埋隔離個小叮當。好啦，我哋 Let's go！我預約咗呢邊嘅社工，不如大家聽下佢嘅介紹。我哋嘅收費好簡單，政府派位同埋自己俾錢。一般嚟講，你要透過社署派位，一般都係身體情況需要護理照顧啦。係。咁佢先會派位。咁正常嚟講，社福利署派位同我哋簽嘅係4人間。如果你話要雙人間，即係你我唔4個人太多啦，我唔中意咁多人，我想雙人間，即係有床位嘅情況下，你補差價可以住雙人間。但係如果我真係好似我咁，又未自夠資格，咁就要自己俾錢啦。自己俾錢就睇，比如你依家你嚟住，你要住雙人房，咁你行得走得，乜都照顧到自己，我哋就叫自理，就要6390蚊。哦，但係如果好似我咁，好 Q 麻煩嘅我唔可以同人哋一間房，我好怕。咁你唔同人哋孖鋪，係啦，我唔通做別墅屋。哇！別墅屋咁正，就係1房1廳。哇！其實就1房1廳，我哋印象中嘅別墅。一陣間可唔可以睇下？可以睇下。OK，係咁。同埋另外一個問題，有冇啲院友咧可以自由出入㗎？正常同意。咁我哋評估過你入，你咁精靈咁，你話我想飲下茶，係啦。咁我哋可以辦一張叫做自由出入證。哦。咁你就每日可以出入啦。別墅係早晚查房，主樓就經常查房㗎啦。幾個鐘2個零鐘3個鐘就有人查一次房㗎。呢度有冇醫療區？有2位醫生，17個護士。咁你話日常嘅醫療保健、頭暈身㷫、小病小痛呢啲咧，咁醫生可以睇嘅。醫生嘅診金係唔需要。但係如果話開咗藥物，用咗我哋藥房嘅藥物，咁就收翻啲藥費咁啊。都係依據政府嘅收法㗎啦嚇。咁啊 OK 喎嚇。呢度都幾自由度幾大喎。你哋呢邊嘅醫護咧，即係護工啊，好似你咁流利嘅廣東話，定係一定要講普通話？咁就係即係有部分係講普通話。係。咁有部分係同我咁講白話。我哋依家院舍有292位長者。292啊？係。咁其中75%係香港人嚟嘅。哇！即係等於説已經超過咗220幾個係香港人。哇！由開始到依家收嘅就已經由開始到依家唔止200幾，依家住緊。住個禮拜，我明你講咩㗎啦，後邊講佢有走有嚟啊！係啊，明白。即係依家喺度住嘅長者。香港長者佢哋。所以一般嚟講，喺呢度都可以，佢哋即係你哋話成日都話可以同聲同氣嗰種啦。幾好啊！識到朋友。係啊，幾好啊！但係呢度有冇旅居㗎？即係有啲人會唔會話：我試下住先啦？我哋只有6日5夜係試住。6日5夜都可以，屬於旅居啦，都。就6日5夜，多都冇啦，少又冇啦。6日5夜嘅收費有幾多？988蚊港幣。1日啊？6日。6日啊？包咩啊？包住，如果即係包食，如果需要護理照顧，包埋護理照顧。介護都可以。全包，你自理又好，需要護理照顧又好，988蚊全包。全包入嚟住下，試下適唔適應。但係唔包消耗品啊，比如有啲身體情況佢係啦，片我哋唔包㗎。係啦，啲個人生活用品唔包。係，總之就係包住，淨係包食，1日3餐，咁就。需要護理照
照顧就護理係生活機照顧，係普通生活照顧啦，係啦。如果其他嗰啲你自己嘅用品就必須要自攜啦，係啊。喂，都我哋入住嘅時候要俾押金，俾2個月押金。我2個月押金，總之你住咩房型或者住咩床位，就係依據嗰度去收費咁樣。明白。退住即係比如你依家嚟咗你1個月，你話要退出翻屋企仲係唔慣，咁你要退出，咁到時候我哋就會退翻按金俾你咁。明白。其實基本上嗱，大部分都係香港嘅朋友仔啦，申請過嚟啦，佢哋先嚟喺香港要做咗個體檢啦，係咪做咗評估啦？之後社福先會安排。我哋如果你要透過社福係啦，社福啦。咁首先你要申請，如果佢平時有跟開嘅社工，我哋即係佢個案社工啦，我哋叫。咁你同佢講你想申請廣東院舍照顧服務嘅話，佢會幫你申請填資料呢啲嘅。咁跟住咧就會有評估員上門評估佢符唔符合呢個要求，即係排位嘅你嘅身體情況係咪需要入照顧啦？咁佢評估完之後，你會入到輪候冊。入到輪候冊之後咧，佢即係你要揀，佢俾院舍你揀。可以自己揀㗎。可以揀內地、香港。咁內地佢會俾2間你揀，即係你自己中意邊間，咁你就話揀邊間。咁你揀咗院舍咧，社署就會派位咯。咧就係即係4樓叫公共區域，公共區域咧就係家人嚟到嘅時候，係啦，自由活動咯，傾下偈啊，曬下太陽啊，睇下啲花啊咁咯。好多活動區喎，其實咁大院舍得300幾人住，其實你哋個即係對等嘅員工啦。依家目前嘅員工所有包括後勤啊、安保，即係保安大哥嗰啲啦、廚房嗰啲，我哋仲有176個。哇！即係差唔多1對2㗎咯，如果平均嘅1.7咯，對院友嚟講就1:1.7啊，係。咁呢度就啱先講嘅貴賓餐廳啦。貴賓餐廳。飲早茶。同埋星期6上晝我哋叫做怡康下午茶，咁呢度就有即係咖啡啊，2樓同3樓嘅餐廳，咁呢度就打麻雀，即係上到嚟打麻雀嘅就可以呢度打麻雀。冇人打牌嘅，點解今日？依家休息時間啊。係啊。食健中心咧就係有即係有啲院友佢會有啲物理治療啊、理療啊、推拿針灸嘅需求咧，咁我哋有治療師可以幫佢做咁自主運動。咁自主運動就係一啲好簡單嘅，拉下手環啊，踩下單車啊，做下肌肉放鬆啊，做下啲鍛鍊下手臂啊咁咯。呢度開咗幾耐啊？呢間06年開始運營，咁今年係第19年。06年已經開始運營，等於說06年已經開始收香港嘅朋友仔㗎咯喎。咁有時啲手工啊，有時啲唱歌小組啊，都喺呢度，大家一齊唱下。拉個鐘，如果佢哋滑親啊，有時。呢度有嘅都係，呢樣有拉鐘嘅。有嘅。係啦，我睇下點解會冇拉。啱啱大家都睇到，就係社福處提供嘅床位就係4人間。嗱，面對呢一排呢，就係別墅區，就係私人可以租㗎，不如大家又睇下。哎呀，我都唔想搞衞生，咁我哋有做物業30蚊一次。一次。係按次嚟計。即係就拖下地，搞衞生。搞衞生。即係換床單啊。係啦，咁拖下地啊，啲洗下洗手間。但係我想問下咧，住啲種嘅別墅區咧，可唔可以自己煮食啊？可以自己煮飯。可以自用明火定電爐㗎？電爐可以自己煮嘅，唔需要申請。如果你自己煮，咁你可以唔食我哋飯，你要提前同我哋講咯。係。因為我哋如果你唔講，我哋會收你伙食費。即係總之你今個月要食，你就要俾足1個月錢啦。我哋按半個月計啦。係。你話呢半個月我唔食，咁我哋就收你半個月嘅費用。又幾 OK 喎嚇，幾人性化喎。依家咧就去睇樣板房。1房1廳，哇，好大喎，好似真係別墅。50平米啦，50多少少。哇，咦，有獨立廚房喎，真係。
咯。係喎，不過只可以用電爐啫。係就係用電爐。咁啊配晒呢個雪櫃。配就啱先講嘅，係咁就配就50蚊。係。係電視又係50蚊。但係有冇規定我喺呢度住呢個房型一定係只可以一個兩個人得唔得？可以夫妻。可以夫妻，但係價錢就係都係頭先嗰個價錢。咁就唔係啦。就加多個人嘅錢。加多個，但係別墅唔係按兩個人咯，另外一個人我哋即係兩個人住就差唔多13,000出頭啦。哦，明白，即係加多一個嘅費用。一個要4000幾蚊啦。係，但係如果我真係兩個人住，我可唔可以2張床㗎？要求2張床㗎？嗱，我哋呢啲床咧就你要一人一張咧，房咧係你睇到我哋呢度有個衣櫃。係啊。擺唔到2張床嘅。哦，擺唔到㗎。係咁，要擺2張床咧，咁廳擺1張，咁但係廳擺1張床係非常唔好睇嘅。係啊。咁我哋都有即係夫妻入住，佢哋就會買細少少嘅單人床2張擺喺房度。當然啦，如果你好似我瞓覺，我1米就 OK，我都唔轉身嘅。咁就2張，係咯，咁就夠咯嚇。OK。如果唔係嘅就，如果有位就左右隔離一人一間，反正價錢一樣，係咪咁講？唔係，如果你係一間就8000幾蚊一個人，83,300。係。2間咁你16,000幾啦。係。咁你2個人住一間就12,400幾。哦。係喎，又唔同噃。呢度就廁所位、電熱爐、中央唔係獨立式空調。係啊，廳一台房一台。哦，同埋空氣好好咯。咁空氣係冇得好講㗎啦。長者都係話空氣好。係啊，我見頭先訪問嗰幾個長者真係好開心。啱啱頭先社工都講啦，呢邊呢90%嘅院友都係嚟自香港嘅朋友仔，而呢個 location 呢就係面對鹽田港碼頭。頭先我同社工小姐姐啦傾偈嗰陣時，佢就話呢個院舍啦就喺2006年開始啦，其實已經90%入住率啦。對面呢塊地皮呢將會起第2期嘅養老院。以下就係佢哋喺2025年4月份開始嘅收費表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嘅查詢，可以聯絡香港嘅社福處。好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仲未訂閱鐵索姑姑小姨媽頻道，請你支持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、留言。多謝收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